同学们能够做彼此的尊重。台上的表演者需要台下的所有同学的配合跟鼓励。今天这一点大致上我们达到了。第二点，我们希望让同学可以看到这么多来自台南县市跟嘉义县市的同台们，每一个人的表现是不同的，让大家去看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所以看这个表演不是看热闹而已，更重要的，今天的活动你学到了些什么？第三点，在未来的各位将来进入大学、进入社会，虽然你们会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你只要稍不注意，这时间飞快的过去，你到底要有哪些能力？最直接的，你的表达能力够不够？所以我很希望在这样的活动里面，希望同学懂得怎么用语言，怎么用肢体语言来表达。特别是男同学，你们在这个部分是有先天性的落后，你们必须要用时间来弥补这一段落后。所以我很期待，从今天开始，大家要去学习，甚至于说去模仿也好，你怎么样改善出来的说话？你怎么样让他要说的话，用适当的语调把它表达出来？这是我们活动很大的一个目的，绝对不是只是欢乐。我们希望大家在活动里面，除了快乐，将来的回忆更重要的，希望各位多学习一些东西。所以我们希望回去之后，大家想一想，你有哪些东西应该要改改？我们希望每次活动之后，同学们都成长。绝对不是只有翻教材就去看。所以我用一个最近广告上常用的一句话：只要你喜欢，人家说什么？大把买给你。这句话对不对？这句话是错的。只要我喜欢，我自己去争取。我希望大家把这一句话改成：你是主角，你是主角，绝对不是父母。你的将来掌握在你的手里，不是掌握在你父母的手里。我希望大家用这样的观念，在日后的整个学习生涯里面，步步去争取最好的一个成果。今天大家的表现，还有各位老师的付出跟努力，在这边仅代表我个人跟教育部对各位的付出跟努力表示非常深的敬意。希望2003年即将结束，希望在2004年大家都更好。谢谢。谢谢下面的议员。现在开始我们图书馆的原子论，对我们学校的英文教学以及我们这学校的英文教学各项活动的实施都非常关心。我们掌声欢迎原子论的原子论。这个
们都是蛮棒的学生，我在这里恭喜你们。那只是我也有观察到，因为我每年都会带学生出国留学的比赛的时候，那今年因为上的关系就没有出国，那希望每年暑假我都会参与。那我建议在这里提醒同学就是我们可不可以来练习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每个人现在都把嘴巴关起来。我要等到都没有人讲话，我才要开始讲话，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练习，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同学很缺乏这样子的一种练习，在不应该出声的时候出声音。OK， 所以从现在开始练习，嘴巴关起来。然后还有同学就做请坐，保持一个非常安静、非常有规则的一个公共席。我要在今天，在2003年的年后看到新罗中学的国中1年级有世界级的水准，世界级的作业而作之。我发现有些同学把这里当做他家的客厅，整个人都要滑下去了。OK，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就发现说，最近连续几年带学生出国，我们学生其实程度都不错，但是在出入公共场合的这种公共礼仪是非常的欠缺，非常的欠缺。所以我今天要借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提醒各位同学，你们今年2003年给自己一个最大的报名，给自己一个优雅的、有教养的未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非常重要的。老师都在一直点头，因为他曾经到英国去留学过。OK， 他知道我在说什么，对不对？外国人他们的文化里面有一种非常有内涵、非常优雅的文化，是我们的文化里面我觉得比较少见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练习，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应该从教养自己开始。教养自己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应该尊重别人的生活空间，然后你应该尊重你自己是这个团队里面、这个团体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份子。有一个有教养的人，他知道什么场合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为主，应该说什么话，不应该说什么话，然后他应该用多少的力量来讲这句话。这个都是有一个有教养的人非常重要的练习大家有出去有一阵不错，就是新生的甚至孩子来，我们现在来把你最优雅的坐姿拿出来。哇，好棒！所有人都调整起来了，对，你可以对，但是我们一定可以做得到这样的练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练习所以因为你现在在这个欢庆的节日说，老师在这里要拿出很狰狞的面孔来，你在这个欢庆的节日气氛都被打折了，都破坏掉了，对不对？对，同学说对，给他鼓掌。你也许没有说出来，但是你的心里面就有认同这样的一种教养。恭喜你，今天2003年自己成长的一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确实我们的教育里面这个非常的缺乏。所以说同学，我会希望以后你们不管在哪一个进出哪个公共场合，请你一定要保持提醒你自己作为一个有教养、懂得尊重自己也尊重别人的人，就是不该讲话的时候就不该讲话。好，所以你如果能做到这点，将来走到全世界一流的毕业厅歌剧院，你都是世界一流的观众。从今天开始 ，OK， 有帮助学到，取自己一个非常优雅、非常有教养的未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好不好？那
哈，所以我会希望每一个人一起来用心，好不好？谢谢各位。好，谢谢严主任给我们的提醒啊。我想最后大家都蛮辛苦的，我有主持人，所以我建议来主持人过来。它包含了我一10班黄子晴同学、沈婷芝同学、吴家荣同学、李佩宇同学、刘佑琪同学、李建伟同学，我们是由我们林美老师以及江启江老师辛苦指导，我们大家给他们一个掌声好不好？好，谢谢大家，谢谢你们。那我讲的话，因为在座也还有几位老师，还有英文老师。我讲英文老师跟老师，我们真的很辛苦，这些人指导，我们给他们一个爱的鼓励，好不好？1、2、3。啊，这么做好不好？节奏很不整齐。我们再给我们在座的老师还有英文老师很辛苦的指导，我们给他们一个爱的鼓励。1、2、3，开始。谢谢各位，但是这一次是各位，所以刚才我们校长跟你们已经讲很多，我办这活动不让你玩英文，英文绝对不是很出色，英文不是为了要考试而已，它还有用到很多方面，所以今后你在自我培训学习，我们都有相关活动的设计，第一是很原版的一个 ending， 但是问题就是你英文的学习是不断的在精进，我们给自己一个爱的鼓励，好不好？1、2、3，开始。给自己的鼓励真的很小声，好不好？再来一遍，1、2、3。好，谢谢各位。那我们把我们的时间交给我们的右前组长，非常感谢欢迎。
我
主任注意大家的安全。哥，剪到那个剪的台语音哥，第二个像台语的脚卡气的卡那个音。可，第三个像台语嘎物件咬东西那个嘎，这个是第三个嘎，然后用力出声音，嘎，有气音。杠，英文注音一下 ，VONE 杠，VONE 杠。就像台语的家啦，你家啦，在这里那个家，这个像台语的给车与车上车那个车，这个像台语的吃物件与吃东西那个这个就是上面那个加的音，然后用力出声音，一样，好像一再加 YONE 一样。这个像台语的嘎的剪刀的刀的台语的。这个像台语的讨东西讨物件语，讨一杯茶，讨。这个像台语的导数的导，导数的导，台语的
的，的，数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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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上面那个的，用的声音出声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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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好像加一个浪，浪，加一个 LONG， 浪，浪，浪，这个字有2种写法，刚刚写的是一种而已。这个音像台语干的地搭破卡搭搭搭的，搭的，的，搭，这个音像台语的火台和台语啪啪啪，火台啪啪，台语的音啪啪啪。这个像台语的大锅又大有薄的大做大贴大，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打音要用力出声音念大，这个声音浪，好像 NONG 的浪，NONG 的浪。这个像台语的线脆配八脆配八脆配打耳光，八脆配八。这像台语拍囡仔拍物件拍推拍，好像打棉被的打拍。这个像台语的阿爸的爸，爸爸的爸，对，刚刚那个打的音用力出声音打。这个是纯音的嘛，好像两唇合起来的嘛。名声呀。歌那像歌底下有个歌，音像那个半叉子摇，歌底下有歌。像那台语的，忙来叫的，不要来叫吵闹，忙来叫的。这个音有点像 WA 哇 WA 那个哇。蛇好像那个英语那个 CSSC 长长的蛇。下，好像台语的下你听下刚起来下。
这个音有点像那个色古灵西亚色古灵西亚色。声音哈，像
哥，捡到那个捡的台语音哥，第二个像台语的脚卡庆卡那个音。第三个像台语嘎物件咬东西那个嘎。这个是第三个嘎，让它用力出声音，嘎，有气音。杠，英文注音一下 ，VONE 杠。VONE 杠。就像台语的家啦，你家啦，在这里那个家。这个像台语的铁车与车上车那个车车。这个像台语的夹物件与夹吃东西那个夹。这个就是上面那个夹的音，然后用力出声音，夹。一样，好像一再加
，YONG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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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这个像台语的嘎的，剪刀的刀打台语。的。这个像台语的讨东西讨物件的讨一杯茶这个像台语的导数的导数的导台语导数的这个是上面那个用的声音出声这个好像加一个浪，加一个 LONG， 河浪，这个字有2种写法，刚刚写的是一种而已。这个音像台语干的地搭头卡搭这个音像台语的火台和台语塔火台台语的音塔这个像台语的大锅又大有薄的大做大贴大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打音在用力出声音念大这个声音浪好像 NONG 的浪 NONG 的浪这个像台语的线脆配八脆配八脆配打耳光八脆配八这像台语拍囡仔拍物件拍配好像打棉被打拍这个像台语的阿爸爸对，刚刚那个打的音用力出声音打这个是纯音的嘛，好像两唇合起来的嘛。歌那像歌底下有个歌，音像那个半叉子摇，歌底下有歌。像个台语的忙来这的，不要来这吵闹，忙来这的。这个音有点像 WA 哇，
WA 那个我蛇好像那个英语那个 CSSC 港场的蛇下，好像台语的下你听下钢铁下。这个音有点像那个色507啊色507啊色。声音哈像哈。ri
就像台语拍囡仔拍物件拍推拍，好像打棉被打拍。这个像台语的阿爸打，爸爸打，对，刚刚那个打的音用力出声音，打。这个是纯音的嘛，好像两唇合起来的嘛。歌那什么歌底下有个歌，音像那个半茶籽油，歌底下有歌。了，像那台语了，忙来这了，不要来这吵闹，忙来这了。这个音有点像 WA 哇 WA 那个哇。
企鹅好像那个英语那个 CSSC 长长的企鹅，企鹅，企鹅，蛇，企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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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蛇，蛇，下，好像台语的下你听下钢铁下，蛇，这个音有点像那个蛇450啊450啊蛇，声音哈，像哈。鹅。